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互咱会当平安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虽往疫情依然未稳定，总是感谢主帮助咱伫山顶。阮就兄弟姊妹来去这段敬拜上帝，请咱伫关心准备今仔日的礼拜，请走乐。的所在甲困难，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所以地虽然变天，山虽然摇动到海中，其中水虽然哗好，虽然因为水海涌摇出，阮也无惊。亲爱兄弟姊妹，这时咱起立来学乐上帝，来吟诗圣诗51首，圣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星在。
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做声讲。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勉励，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互你搁到少年亲像鹰鸟，伊无照咱的罪过反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东离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错离开的咱也是遐远。流过怎样怜悯伊的囝儿，也有看入面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因为伊知咱的体质。少了咱是粗粉，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伊的面孔亲像山里的花。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伊的冤威无可定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为着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规日定定顺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纪念伊的教示来尊爱的人。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伊的国权管辖万人有，恁遮个大官人的天使啊，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学罗耶和华。恁遮会做伊的车婿，听伊所欢喜的，拢着学罗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单位，拢着学罗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罗耶和华。请咱三甲抬头来祈祷。天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互阮伫你的四顾下面，搁平安经过一礼拜久。伫即礼拜久的时间，阮有缘伫厝内面做做的活动，阮无法度伫外口的所在真自由的行动，因阮知影，这也就是阮通反省。主啊，阮搁一遍感谢你的恩典，因为阮知影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大自然，你互阮人会当伫这个过程中间来管理万项。总是阮知影，人无用这个运势，你教阮亏欠做做。主啊，求你怜悯阮，求你赦免阮，嘛求你补足阮的不足，因为阮知影。人的一生有限，阮若说使无好好啊把握每一个服侍的机会，阮就安尼来经过。有一日，阮毋知要安怎样来敬主的名。感谢天的上帝，你搁一遍差派圣神保惠师来到阮即个世代，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用心伫信仰追求的过程中间，伫学习的过程中间。伫甲兄弟姊妹、甲阮的厝边头尾咧做伙的过程中间，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会当搁一遍来思考，甲你真实的关系是啥物？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日是你搁活的日子，
阮伫遮来纪念、来孝念、来庆祝，阮欢喜快乐伫遮来迎接上帝你伫阮的生命内面，安怎营造最的改变。主啊，阮搁一遍恳求你，嘛帮助阮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有缘有侪兄弟姊妹无得确伫厝内面有需要侪的辅助，无得确伫经济顶悬需要侪的帮助。当阮知影要安怎样来实践你的命令，听出你亲像家己，就是趁现主事。当即个机会来的时阵，阮好好来把握，嘛求主你继续眷顾、保守、帮助阮伫线顶伫礼拜聚会的遮的兄弟姊妹，伫主日阮上款伫所有线顶伫全国全世界伫聚会组织的遮的众百姓，主你眷顾阮，互阮会当专心致意伫上帝国的福音顶悬，搁较认真伫。因为我知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有侪无相款的机会，透过这个机会，阮伫遮来回应上帝的听。搁一遍恳求主上帝你伸出大权能伊的双手，因为阮知影，阮若看到身躯袂疼、肉体欠安、心神软正软弱的兄弟姊妹，因伫即个病床的中间，伫即个痛苦的中间，伫即个烦恼的中间，咧过日子，主啊，阮实在是无愿意安尼来过，因为阮会肉体欠安。搁一遍求主你来伸出大权能伊的双手，帮助阮所有的每一位兄弟姊妹，阮会当为着遮的兄弟继续来恳求代祷。主，阮也感谢你，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阮的需要内面补足阮的欠缺，帮助阮伫欠缺的中间，阮有缘会当回过上帝的听，伫阮的生命内面。感谢主，帮助阮继续头前透早。阮将即个疫情的期间，所有大细项的事，阮出日内外，拢会当得到上帝你赏赐祝福，有真正平安的心伫阮的内面。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顶亲像伫天顶。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互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海。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时咱来看一段的圣经，上帝话记载伫旧约以斯帖记，旧约以斯帖记第4章13节到14节，请显着我来读，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看，嘛会当做伙来读。以斯帖记第4章13节，安尼记载讲：外地界吩咐人甲以斯帖讲，你毋通打算。你伫王宫内比正犹大人较会脱离。14节，伫即时你若真拢无讲，犹大人要对别位得到脱离，得到拯救，你甲你的老爸会加会拄着灭无？要写在你得到王后的位，毋是为着今仔日的施舍啦。愿主祝福听伊的话实践的人。即时咱来赞美，咱请圣乐队伫遮来赞美。When you
咱将一切荣耀来归予主。感谢上帝，兄弟姊妹，咱做伙伫线顶来敬拜俄罗主。我看到线顶有侪兄弟姊妹，可能咱嘛是已经拢真熟悉吼，这2个月的时间，咱拢伫线顶，而且来敬拜俄罗上帝。无得较，咱即马依然有侪的烦恼，因为即个疫情其实是无遮尔稳定。虽然咱看到即个人数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感谢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咱看到一个兄弟姊妹感动的事业，就是咱有真侪的兄弟，特别是咱上年的兄弟姊妹，因真拍拼。伫咧即个顶礼拜四，因为因有伫线顶的聚会，咱透过即个高长老，伊录影录好伊伫遐制作，伊嘛真用心伫遐制作真侪的即个影片，伫遐伊会分享，帮助上年团结兄弟姊妹，伊真拍拼，安尼一支手机细甲机我看因伫遐咧点咧看，伫遐真拍拼安尼咧聚会组织。佮以及咱的兄弟姊妹伫小组团结已经真习惯，这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为5月底、6月、7月所以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咱拢真熟悉即个线顶要安怎样聚会组织，咱嘛爱好好来准备，差不多应该看起来8月份，咱就要来即个实体的聚会，因为咱的聚会无超过100个啦。第2级就是伫100个以下无得较，即个政府毋知安怎规定啦咱就照着政府的规定，咱做调整。所以伫即个调整的过程中间，我相信这嘛是一摆搁信众的反省甲提醒。伫咧咱2个月，差不多2个月，咱拢真熟悉即个伫线顶悬的组织，伫线顶悬的聚会。牧师嘛渐渐咧熟悉讲为即个看到即个镜头咧讲话。渐渐，咱即马要搁改变，真做实体聚会时阵嘛，请兄弟姊妹备办好势咱的心。因为无得较，咱拢开始咧注射即个疫苗，开始咧注，开始咧注意咱的环境摒扫，咱的教会嘛是共款，咧做侪的改变。咱的整建过程中间，兄弟姊妹，咱若实体来聚会时阵，咱就会当看到新的即个环境。互咱有一个新的气象，嘛愿主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今仔日牧师用即个题目，当机会来当机会来了，机会来你要安怎样有即个好的心情环境各方面，机会来你要安怎样做？所以愿主赐福帮助咱兄弟姊妹，咱三甲伫线顶悬来学了上帝，引光上帝。请咱咧开始进前，希望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满满，感谢主，你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阮的生活内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伫主日，阮伫台语的礼拜、台语场的礼拜，阮三甲组织，愿主赐福帮助阮。伫即个时阵，当机会来的时阵，阮安怎样来回应上帝你？主，阮搁一遍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即时伫厝内面去祭坛来敬拜主，互阮虽然有一寡限制，总是主，你眷顾阮、保守阮，俾阮会当守主日，阮三甲一只来敬拜主。愿圣神甲阮三甲伫地讲的、甲听的，白白得到利益。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机回来有一个美国的宗教家，即个学者伊安尼讲，一个人成功若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伫有机会无机会，实在伫伊是毋是会当抓到甲运用机会。我相信这是真重要，这是真重要一句话。所以其实兄弟姊妹，上帝赏赐互咱，拢有无共款的职业也好，无共款的学业，婚姻事业，咱确实会当好好把握机会，就会当互咱的人生带来即个转变，带来转变，真做即个真重要的事情。亲爱兄弟姊妹，牧师要借问咱，伫线顶的兄弟姊妹，
你若会当回答，当然你会当拍伫咧即个 YouTube， 也是讲伫 FB 顶悬脸书顶悬也好，也是讲咱的 YouTube 顶悬也好，咱拢会当牧师咧问，咱会当回答，你甚至会当写伫顶悬回答一下，安尼真好帮助咱更较清楚，知影讲是毋是真正有听到，是毋是真正有听到，所以伫遮牧师真望咱机会来，你有啥物款的机会会当帮助你活到即仔，你想到有啥物款的机会，互你改变？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一个代志，也就是当机会来毋通讲咱爱好好把握即个机会，认真做工，尽本分，有责任。即使咱若忽略即个机会过去放弃上帝的竞选的时阵，无得靠咱看轻咱的积分。你是啥物积分？咱有啥物积分？诚做上帝囝儿的积分就是诚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是毋是？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一件代志。所以，咱若放弃，咱若看轻，咱若无认真、无注意，有一天无得甲上帝要收转来的时阵，咱无得甲会后悔。所以今仔日咱看到即段的经文内面，我相信有真侪的牧师也好，真侪的即个讲员也好，拢会用即个即段的经节来提醒咱兄弟姊妹。当然无共款的方向。今仔日牧师要讲的是，咱要安怎优掠着迄个机会。即有真侪的角度，咱会当通想，有诶是想讲，有诶是会分享讲咱爱放大爱讲爱即正义的话爱讲，这嘛是一个方向。今仔日较无即个方向，甲兄弟姊妹分享。今仔日要机会这两字。所以当机会来的时阵，要安怎样把握也好，运用也好，安怎样分享当即个机会来。所以月底界真严肃回复即个艺术帖，讲你毋通讲想伫咧王宫内面伫遐赢过遮犹太人，免得即个破坏伫迄个过程中间，你会当保持，因为安怎？你若无有讲，你若无把握迄个机会，其实阮犹太人要为其他的所在得到解脱，无得甲你会加，甲你会白，伫咧迄个过程会袂无，所以你会当得到即个丰厚的位置真重要的若是为着以后是现主是真重要，现主是真重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犹原有3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头一点，机会是上帝的安排，机会是上帝的安排，机会是上帝安排。这当然清楚嘛，咱知影，咱信主的人知影，机会本来就是上帝安排。亲爱兄弟姊妹，信不信？机会是上帝安排。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咱来思考，对出世一直到大汉，咱要住倒位？你有想过无？一定有想过嘛，你出世当然出世，咱无法度伫遐来拍算，但是你渐渐年纪长大你就知影，你要住倒位？要甲啥人结婚？要做啥物款的职业？要经历过啥物款的代志？也是讲你将来要面对的啥物款的代志？所以咱若安尼渐渐回想过去，你就会当发现一件代志。其实上帝特别的安排，特别的列你，特别的计划。以牧师来讲好8年前6月30号，咱的教会伫遮来降选通过。后来即个小会议长敲电话互我，讲金牧师恭喜，你降选通过7月初1，我就衔接接待咱的即个图书馆的所在，马上就搬厝念立刻搬家。所以伫即个半年进前，其实牧师拢伫咧即个找教会的过程、祈祷的过程、安静的过程，伫半年的时间，当然拢有教会伫遮咧支持。伫即个过程中间，上帝安排列你，甲伫
我大诶迄个甲人大诶所在，人要收转去啊，讲因牧师歹势，你吼可能爱拿准备阮7月1号特要搬入去。所以其实阮是包袱仔款诶，囥伫咧门骹口，伫遐毋知影要搬去倒位，因为安怎？因为监选嘛，毋知影会过也袂过。上帝安排真奇妙。6月30号礼拜日，我印象真清楚。监选了后，有人敲电话互我，我提出淡薄小可的要求，讲是毋是因为我拄则讲的即个原因我住的所在无法度搁住落去啊。即个互阮住的即个兄弟真好伊迄个过程中间互我住，互阮的家庭伫迄个半年的时间拢无收房租干那水电费无收房租，伫迄个过程，感谢上帝恩典，怎安怎？怎互阮最后一天，上帝嘛安排最后一天来衔接接来咱南口教会，所以阮迄个过顿工，阮这包袱款的款好就车载来咱的牧师馆伫遐来进入新的一个服侍的开始。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牧师的见证因为阁有侪伫台湾一摆无共款的即个分享甲见证，所以这就是啥？这就是每一个人，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特别上帝伫你身躯顶悬的计划。连迄个即个无得确是犯罪败坏的过程中间，上帝安怎样带领你阁起来？无得确是迄个啥？是迄个真顺势的中间，上帝安怎带领你搁较迄个事业的关方，还是讲迄个生活的关方，安尼来起行安尼来做。所以一个人的一生真特别，咱要带对要安怎做，其实拢是上帝安排好势。咱着安怎？咱着爱透过祈祷，透过灵修的生活，甲上帝安怎时常结连。讲即个嘛毋对，毋是叫做时常结连，应该是讲咱甲上帝随时随时随地有即个密切结连的关系。比如讲，牧师即摆咧讲道嘛是共款，而且啥？咱甲上帝祈祷求主帮助我。虽然我有写稿，但是安怎渐脱离即个稿，搁伫遮脱离。会当当然背也好，还是即个搁较运用好势，而且甲上帝祈祷讲锻炼训练，兄弟姊妹，咱嘛是共款。咱伫咱的生活内面，每一个时刻，咱若实属会当甲上帝保持迄个好的关系，我相信迄个上帝所赏赐的机会，咱会当通知影，这拢是上帝特别的安排，特别的了你。当然爱争取，当然爱主动，爱积极，有时当然爱等待。所以这是真无简单的一件事。亲爱兄弟姊妹，机会是上帝的安排。咱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咧进行上帝真奇妙的安排的一个部分。所以求主来保守帮助咱，每一个人拢有使命，咱拢有责任。上帝。你看，上帝竞选大笔做王，大笔有想过无？大笔一定无想过嘛。伊家己认为讲伊出世卑微，但是这是啥？弥赛亚家族的即个上帝的安排呢？大笔伊当然是真卑微的，伫迄个家族内面，但是既然是出伫上帝水较好的旨意，伊把握掉迄个机会，伊为着上帝伫遐来着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而且嘛勉励啦，鼓励咱的这个中职，伫线顶的这个中职，咱的中职，咱的兄弟姊妹，上帝所提供的每一个机会，服侍的机会，伫遮，咱爱祈祷，爱顺服。所以上帝为什么要竞选你我？毋管咱认为家己是毋是适合，或者是讲。咱会当锻炼备办上帝为咱备办的场所
服侍的场所，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备办好势，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毋若是干那服侍伫你的生活内面。所以这是咱为着这个机会，上帝互咱的机会安排好势咱的机会，咱伫遮安怎？咱伫遮来荣光上帝。所以咱知以斯帖是出身犹太族的，是巴比伦比利亚这个民族了后，遐次等的第二等的国民。所以伊哪有可能梦想着讲，伊有一天会当做王后？但是上帝就遮尔奇妙，互伊真正会当完全照着上帝的意思安排，互伊先进入宫内面，线接保全即个犹太全百姓的遮个名誉。迄个感觉吼，有一点仔像咱即摆咧查考的创世纪内面，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所在，诚做宰相，救伊一家人的性命。圣经顶悬圣诗有一首圣诗今仔日咱无唱啦但是336首顶悬有讲着讲，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所以逐项虽有反复，我愿照主所爱。咱的一生，咱也会当知影，逐方面比如讲机会，拢是上帝安排。我相信这咱就会当咱就会当真正去经历上帝的旨意。有一个老信徒伊信主了后，洗礼了后，40几年来拢毋捌去甲教会做礼拜，直到伊咧破病得要临终伊伫遐作梦伫遐问牧师讲：牧师我感觉阁有机会，迄个意思毋知是啥物意思啥物机会？牧师问伊讲：你要啥物机会安尼？伊还袂回答就断开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爱把握好好，咱会当伫线顶礼拜主这个机会，会当伫疫情的中间，甲咱厝内面的人做伙的机会，这是真罕的。规工24点钟，差不多咱若有嘛是爱伫教伫工作的顶悬伫厝内面工作，有侪兄弟姊妹敲电话去讲伫厝内面工作，歹势有插着无？讲无感谢牧师敲电话也是讲线顶我相信兄弟姊妹互相咧联系的过程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爱好好继续把握甲上帝的关系，甲厝内面的人的关系。真重要咱一直强调，牧师一直咧强调，甲厝内面的人甲人的关系，咱透过人认捌上帝，咱透过认捌上帝嘛认捌人，这是袂使分开的所以这就是信仰的反省甲实践。愿主来帮助咱，机会是上帝的安排。好，第二点，咱来分享，咱来看，机会是现在的时刻，现在的时刻。白话字翻译讲，为着今仔日的时势，为着今仔日的时势，现今，所以机会就敢若亲像时间共款，迄个时间过去就安怎，就是历史对毋对？牧师定咧讲下一秒咱即马拄则就是历史这真好想象咱会当去想无问题会当去过来，会当去转去袂当。拢变怀念怀念最近咱即个教会嘛咧制作咱咧同工香山李轩因夫妇诚用心咧制作即个迄个相影像伫遐咧制作咱教会，譬如讲咱整建的过程，咱的教会的历史古早现在即马最后一集是卖个关子咱有最后一集嘛拄啊好即个。即个改革伫要完成，嘛拄啊好疫情嘛，差不多过一段落所以咱就会当看到即个最后一集相信兄弟姊妹嘛会真等待真期待我知影咱伫线顶嘛有侪兄弟姊妹拢会咧关心教会各方面的代志无论是咱教会的兄弟姊妹甚至是其他的教会的兄弟姊妹所以求主来帮助咱这个机会是现今的时刻，过去就无过来。所以每一个人拢爱面对着现在，
面对着现在，把握着现在。今仔日的工作，为着今仔日来活，为着今仔日的机会。所以咱知影，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上帝将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责任交啥人？交互摩西。摩西袂当推辞即个责任，虽讲伊担当，但是上帝赏赐伊开力能力。约书亚伫约旦河继承即个摩西的即个志愿，伊嘛袂当伤听即个重任，以斯帖做王后，为着犹太民族伫遐真关键的时刻，伊若放弃即个责任，就是辜负上帝的拣选。犹太民族若袂亡呢，伊嘛无法度来生活生存，所以伊勇敢冒迄个死去建国，将迄个要陷害伊合案的即个计谋来甲安怎来甲破解，来甲破解。所以，互遮的同胞伫遐继续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事实上咱伫生活的内面。咱为着即摆的机会是啥？是咱咧享受嘛享受。为着即摆的机会，咱安怎？咱开始真侪的自私，顾家己的利益，咱有拄时点点，譬如讲有真侪的信仰的遮个即个议题或信仰的遮个即个过程，咱无法度提出即个咱的想法、咱的看法。这失去淡薄的遮个机会是较可惜，所以譬如讲有个人真做中职，也是讲特别就任中职，我无法度来就任，因为拄好有侪的遮个为着工作各方面，失去迄个机会，所以愿主来帮助咱。有个人当然上帝会互咱人，比如讲趁钱的机会，但是安怎？咱无好好伫遐把握，敢若看到眼前的即个短的利益，无法度伫遐好好管理财物，有咧甲上帝怎啊守着去？不管有任何的成就，咱爱承认一件代志，就是上帝所，这都是上帝互咱的机会。有一句艺客仔俗语啦，伫教会内面的，艺客仔俗语，讲好嘢毋通讲你教。上帝赐福到恁兜，真特别，所以一个真无用的人，事业真无用的人，还是讲身兼数职的人，定定无得甲伊真无伊开会，伊甲教会，毋管是礼拜是毋是，还搁咧正行，即个人就真趣味，伊讲时间到要离开啊，歹势，拜拜，使咱伫后面遐，就甲牧师挥手，就离开安尼。所以有一天，因为伊赶一场会议，伫礼拜的时阵，就赶一场会议，所以就出去开车，我是车祸。但是伫昏迷中间，伊犹原伫念一句话，讲时间到，我要安怎。所以，亲爱的弟兄妹，请咱好好把握现主时的机会。既然咱伫聚会，既然咱有咱的工课工作。咱好好抓住即个机会，愿主赐福帮助咱会当安怎做工的时阵，靠拼做工，努力做工，该做工、该奉献、该付出，咱拢总做回来做。无时间一到，真的就要离开了。最后一点，咱来分享，机会是掠做主的工，真做目的，这真简单。牧师伫遮毋免搁啥物款的解说，因为咱出世就是要来荣光上帝的名。人的一生，咱信主的人，就是要来荣光上帝的名。所以自古以来，上帝拣选人，互人的机会的目的，就是要为伊做工。上帝将来袂拣选人，敢若会当伫遐享受荣华富贵，伫遐做会感动，安怎无愿意付出。牧师搁讲，搁强调，咱有真侪的见证真好，我相信遐的见证是咱会当感动了后咧，咱实际行动
是毋是？感动了，咱才有行动。所以耶稣选调遮个伊遮个学生，遮个人，耶稣竞选的人是要为着陪伊的世界来跟对伊。所以任何机会拢是荣耀上帝，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我咧准备资料的时阵，看到一篇故事，我用这篇故事，诚做咱今仔日的结束。有一个牧师，咱相信若较研究历史教会历史的人，咱拢知影这个牧师叫施布真。施布真这个牧师为一边坐车，伊分传单，伊真爱传好，伊分传单，伫迄个年代就是分传单，上车了后分传单有迄个司机。7年了后，这个施布真牧师搁坐伊的车，哇！这个司机就甲讲，牧师啊，我甲你讲，7年前我开车送你转去，你分一张传单互我。上帝用这张传单叫我悔改，我一直咧等候一个机会，甲你说多谢。即个兄弟姊妹，真侪人伫遐了真过讲，咱当教会的日，伫迄个过程，咱就会当人缘，我伫牧会的过程中间，毋是咱教会感谢上帝，咱每一个同工拢诚用心咧服侍。牧师看了真感动但是嘛是有安怎，嘛是会有伫过去的即个经验内面，甲我提醒咱做同工、做中职也好，做牧师也好，咱袂当人权了正叫会当得到任何的利益其实咱诚做中职同工上帝所竞选的百姓，咱的目的就是要做主的工，爱搁较负责任，为着教会、为着社会、为着家庭伫遐来操心。所以，就敢若亲像上帝竞选医生要救人若毋是要救人，就失去迄个做医生的责任嘛。咱的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咱拢共款要知影讲你会当得到王后的即个位份，毋是，就是咧为着今仔日的机会嘛，现今的机会嘛。新约本的圣经是讲，也许正是为了这个时刻，你才被安排做王后啊。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时刻就是犹太人存在的时刻，是被出卖、要战俘、要杀害、要灭绝的时刻。这款的机会，上帝设立以斯帖，成做王后，托付予伊有使命。亲爱兄弟姊妹，伫遮咱看到疫情在要感觉在要结束，伫迄个在要结束的过程中间，咱好好来回想这2个月。你有啥物款的进步？或者是讲你永远拄着侪的困难、患难，但是上帝是毋是有竞选你成做即个患难的过程的中间的帮战者，也是破坏者？咱的教会在要增建的过程，永远共款。我相信每一个建设的过程，就敢若亲像信仰在建设的过程。咱若无掠荣耀上帝来做，掠要做人的事事也好，人的即个角度咧看代志，我相信有侪会抵到咱失去迄个原本受呼召的使命。所以愿主赐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做阵伫你的生活内面，这真重要。那上帝继续常常毋是常常，就是拢爱一直有即款的机会，甲上帝的结连。你问上帝，讲主啊，我即摆要安怎？我即摆要刚好会使袂？主啊，你互我，你帮助我安怎？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的即个工作，家庭各方面，我的身躯，拢会当为着主伫遮来做工，荣耀主的名。所以今仔日这3点。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机会是上帝的安排，机会是现在的时刻，上帝安排好，都是伫即个时阵，上帝甲咱放伫南卡教会，甲咱放伫你的家庭，就是即个机会，就是现在的时刻。上帝爱咱掠伊的做主的工，迄个机会，互咱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好的目的。无论你升官，还是安怎，还是叫去另外一个。即场的工作，各方面，即就是咱要做主的工，为着主做最好的见证。
愿主上帝赏赐祝福嘛，帮助咱当机会来啊，咱着安那好好啊念念，好好啊念念主。好，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天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阮知影阮的一生拢是主你所立立，你所安排。当然有时，阮真无愿意来接受主你所安排，因为安怎？因为阮敢若亲像毋是看到现主时的机会，阮是看到以后的机会，总是阮却袂记你爱先经历即摆的机会。主啊，求你原谅阮，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内面来见证上帝你的荣耀。主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甲主有更较亲密的关系，互主来使用。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时咱过来吟一首圣诗，回应上帝话的圣诗483首，拄着7年灾害为你真艰苦，请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这时，请咱微万心来奉献，咱愿将咱奉献的阿妈摕出来，咱来恭敬摆咧咱的奉献，伫主的面前，奉献煞，请咱安静来面对。
就是请咱来吟奉献的诗，先是326首诗，请咱起立来吟。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来看这个投影的所在我来报告。这是咱来看周间的聚会周间的聚会，杨德秋暂停拜三的祈祷会5个人，有花果树10个人，葡萄树、橄榄树、挂菜种经济这礼拜一联合聚会，所以有40个人伫线顶的所在。少年团契13个人，家庭妇女团契10个人。礼拜日国中高中生的主日24个人，来请。咱来看团契聚会的内容伊原这礼拜拜日7月20号拜日下晡2点半4点半，咱伊原台北树小组有一个聚会主理是戴如平执事，主题马太福音12章伫线顶这个双年团契伫顶礼拜聚会过感谢主，因伫线顶组织咱原住宿网站，咱有花果树小组伫10点，拜四的10点，7月22号这个主理是回乡节，主题创世纪50章最后一章创世纪进入到最后一章感谢主因进度拄啊好来咱继续几个再来看挂菜种小组拜五暗时8点，主理是杨小文姐妹，敬拜是胡杨林姊妹，主题创世纪39章到40章线顶聚会，葡萄树小组游玩拜五同款8点开始主理是香山执事，敬拜是海明兄弟，主题创世纪43章，橄榄树小组伫拜五这个拜六毋对拜六橄榄树伫拜六8点8点这个时间拜六是拜五拜六主理是江惠玲执事，敬拜陈美如姐妹，霍冰雅金执事，主题创世纪45章。伊原线顶种子小组拜六伫7点半，主理是洪文香老师主题翻转生命的故事伫线顶伫拜六的时间，请少年来参加来看，少年家庭妇女团契拜六暗时7点半，主理是李志颖执事诗歌张正志弟兄，主题创世纪35章伫线顶，少年团契到7点半伊原主理是郭淑娘主题创世纪的查经创世纪26章蒙福的人线顶聚会，这拢伫咱的周报顶悬第1页，拢看会到拢看会到。来，咱继续来看详细的报告咱游玩到7月25号拢所有这个聚会目前看起来拢游玩伫线顶来，咱来看这个详细报告。第1点、第2点就无要搁说明咱游玩尽量莫外出。虽讲是3级，当小可出去买物件咱尽量游玩爱持守也好持守也好咱好不容易拢10个个位数确诊人数拢个位数所以希望咱爱继续来配合咱关心来倒来第3项，咱本会征收的过程继续进入这个油菜的部分目前剩1点这玻璃的部分伫顶礼拜嘛拢完成咱继续关心内倒这边收尾的过程收尾的过程。来，下主日下午1点半要调规线顶的定期幼龄的董事会请咱的同工为来心来参加。第5点咱按算8月份要开始恢复聚会咱政府有抢第2级的时阵，咱就会当安尼来做。但是伊原爱配合政府的规定伊原配合政府的规定，所以请兄弟姊妹爱注意咱的这个咱的公告教会的公告好，来，咱继续来看关怀内倒继续为着教会整建的工程，咱来关怀内倒，厝内面调养的这兄弟姊妹邱伟杰细兄
李美仪老师、曾文德弟兄、永州兄、姚华姐、佩奇、邱正明霞姐妹罗金丁、徐建平、林玲敏、朱华伟、卢曾阿丽林德修祝愿白许秀英、魏金婷这两位姊妹，这是长期大病医咱爱继续甲因关心外出的好的林弟兄。陈伟汉、谢惠美才会咱关怀大岛，或者家己姊妹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来帮赞。好，来弟兄，都有。好，咱即时来念今仔日咱的金句，意思贴记的4章14节咱做阵来念2摆，预备来。即个是你若静静拢无讲，犹太人要对大卫得到脱离。得到拯救，你甲你的老爸家会拄着的无？要写在你得到丰富的位，毋是为了今仔日的死世啊！搁一摆搁一摆来。伫即时你若静静拢无讲，犹太人要对着大卫得到脱离，得到拯救，你甲你的老爸家会拄着的无？要写在你。得到丰富的位，毋是为了今仔日的死世啊！注释帮助咱兄弟姊妹，即时咱来上行，请咱起立来吟上行507首，上行507首，请咱起立。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疼读、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谢谢。请咱安静心灭倒，灭倒了后，走了后，咱行平安礼，伫厝内面咱游玩，甲咱兄弟姊妹三甲伫遮来行平安礼。